現代人追求健康生活，興起輕斷食、減脂減重。今期個案藉此契機創業。負責人之一歐陽嘉怡表示，2023年由全職媽媽當上老闆，憑住品質服務，多外出參加活動、會展，宣傳店鋪輕食嘅健康理念，並利用數字化管理經營，生意理想。如今期望5年內能將店鋪由樓上鋪遷回地鋪，做大健康品牌。建議應及時註冊公司商標，隨着公司經營品牌知名度提升，應註冊與品牌相關嘅商標，尤其涉及食材、包裝等類別嘅商標，防止他人冒用公司品牌名稱同埋標識，以確保公司原創權益。明確自家輕食嘅核心特色與目標客群，強化品牌標識以及故事傳播，同時建立從食材採購到加工嘅標準化流程，迎合專業人才，制定完善加盟制度，逐步實現規模擴張。如果想增加客源，加速遷至地鋪，建議將目標客戶群從減肥人群拓展到公教醫、學生等泛健康群體，持續創新食材組合與口感體驗，可以同健身房、美容院開展不同行業合作，互推引流，深化數字化運營。仲可以聯手澳門中銀推出專屬優惠吸引用戶。雖然當下澳門租金有所下降，但仍需控制租金支出不超營業額20%，平衡成本與收益。可以通過澳門中銀申請澳門政府嘅中小企貸款利息補貼，多參與政府主辦嘅消費獎賞活動、商會市集，爭取 M+ 認證，提升品牌公信力。亦可以聯合商會舉辦品牌故事分享會，挖掘用戶情感需求，進一步擴大品牌影響力。